去说是报警，有人拿匕首捅人。拿匕首的人还在吗？在。我通知警察在来的路上了。哦。1.6乘1米。我这刀都有点弯了哦。不行了，人都快要拔掉了，拔出来了！快点！你知道什么人？女朋友。来，老蒋，抬下人！快点！抬！他人你在哪里啊？就在里面了呢，就住到里面了着。怎么回事了？啊？你刚喝了酒吗？嗯。搞这么冲动干什么呢？搞的？给警察了。你还蛮淡定的啊，先铐起来带回去。感觉像是上方动脉了，那个地方压不住啊，距离近多少不知道，防身的。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民警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。你如实回答公安机关的相关问题，与案件没有关系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。事情经过大概的讲一下看。我在店里面喝酒啊，我就看到那个男的搂着去我店旁邊的那個超市，然後我就出來，我就說了一句最後一次了啊。這是最後一次啊！最後一次是什麼意思嘞？再忍你們最後一次嘛，在我跟前晃嘛。因為之前我跟他說過很多次，不要跟這個男的出去玩，他還3番5次的去找他。他跟這個男的出去玩，跟你有什麼關係咯？那個女的是我女朋友啊。然後嘞？就是有一次就被我堵到他們在家裡面了。他說什麼老子忍你很久了，判斷怎麼樣？後面還是一起喝酒，根本不把我放眼裡。所以我跟他說，你跟我們共同的朋友來這裡喝酒，或者是吃東西，我說我沒有意見，但是你別帶着就是那個什麼，我說你只要不帶着他來我跟前晃，我說我都隨你。